好啦，嚟到第六條啦，咁佢就話本身有個 square 啦，OK，咁個邊長就係 x cm 嘅，OK，然之後 x 咧就度到36.6，咁但係準確到0.3嘅，OK，0.3呢個數咧係可以幫你計到個準程度，即係計到個 error 啦，OK，計到個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係0.15，OK，咁亦即係話個本身個大正方形嘅長度咧係介乎36.15啊，即係45啦，至到36.75之間嘅，OK，咁人哋佢就再劏做9個周界為之 y cm。即係咁樣4條加埋晒係 y cm 咁長嘅一個咁樣嘅正方形啦。咁佢就問你其實 y 嘅範圍係幾多？OK，所以我哋可以先攞翻大正方形一條邊長嘅最細可能性36.45。OK，因為呢個邊長嚟咁，所以先除翻三分，咁你就揾到一條呢啲咁嘅細正方形嘅邊長係幾長嘅最細可能性。OK，and then 呢因為周計乘翻4條。咁 which 數嘅係最細嘅嗰個數字嘅可能性嚟㗎。OK，係啦。咁我最大嘅一樣咁計嘅啫。OK，係啦。雖然最大嘅已經唔影響個答案㗎啦。OK，咁最大嘅都係咁樣計，都係先再分三份，跟住再 and then 再乘4。OK，係啦。但係都係嗰句啦，最細嘅或者 either 最細或者最大已經可以幫你判斷到答案㗎啦。咁所以其實到時咧，你係唔使兩個都計晒嘅。OK。計到係最細嗰個撳機撳到48.6嘅，咁所以得一個48.6嘅啫嘛，咁所以答案係 B。